布施与结缘，贵在真和诚；惜福与感恩，贵在情和义。手中一把尺，测己不测人。心海一艘船，渡己更渡人。广心静书。布施与结缘，贵在真和诚。真就是实实在在，不虚伪；诚就是诚恳、恳切的意思。我们要做布施、结缘的事，必须要以真诚心去做，是发自内心为对方着想，以同理心去关怀，而不是带有目的的。更不能抱有不怀好意的心。古人不是有句话这么说的吗？人再怎么贫穷，也不食嗟来食。一个人如果抱持不怀好意，甚至藐视的心态，认为自己很伟大的去布施，这种态度，别人怎么感受不到呢？这样布施的东西，又叫人怎么接受呢？所以我们布施与结缘，一定要实实在在，诚恳的施与援助，这样的善行才是圆满。惜福与感恩，贵在情和义。惜福就是不能糟蹋东西，不仅不能随意挥霍浪费自己所拥有的，大众共同使用的公物更加不可任意损坏。食物要吃完，车要小心开，门要轻轻关，生活中很多细节都要注意。面对我们所享有的福分，我们心中要常怀感恩。一个人如果有情有义，不仅十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人情义理，对国家、对社会，乃至对我们所生存的世界，都抱有深重的情谊，那么这个人自然就会懂得惜福与感恩。手中一把尺，测己不测人。每个人的道德观念都不一样，教育程度有高有低，心中看待万物都有自己的一把尺，时常拿着这把尺去看是非对错。但是要注意，这把尺真正的用处是拿来测量自己的，不是要测量别人。这尺是要测自己的什么呢？测自己处事不怨妒，测自己待人不计较，测自己看事不藐视，能让自己维持在道德的准则上。许多人内心傲慢，把自己看得高高在上，面对别人时，却老是看对方缺点，拿着心中这把尺，去对别人量东量西，说这是那非，说你对他错。这种我执很重的人，想要从烦恼中解脱，就很困难了。这种人一定要多念佛，
他只能依靠佛力。若是想靠自己的力量求解脱，依他的心性，可以说是与道非常遥远，因为他的心与佛的距离很遥远。所以一定要记得，心中这把尺是拿来测量自己的。一个懂得反省的人，智慧才会增长，道业才能进步。心海一艘船，渡己更渡人。修行人的心中要有一艘法船，佛法承载着佛陀智慧的结晶，我们的心要与佛一样，清净、善解、包容，不随众痴迷。以佛法构筑的一颗清净光明的心，就像是一艘法船，不仅能渡己，亦更可渡人。当我们心性稳定，放下计较，而去尊重别人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庄严自己。别人如果看你是一位贤能有道德的人，自然也会敬重你，欢喜与你交往。所以一个人的人格高尚，就能广结善缘，事事圆满。南无阿弥陀佛。